这几年咧，中国因为生产上侪钢铁，就摒俗货卖去到国际，害全球的市场价格拢乱炒炒，咱台湾嘛有受害。国内上大的钢铁公司中钢就准备要提出反对摒俗货反倾销调查，经济部表示收到申请了后，就会协助来调查。 关阮的钢材伫运输大顶头运送，中国钢铁这几年产量过多，大量的钢材销到外国，造成全世界钢铁市场失去平衡。台湾业者也爱面对下价竞争。针对这款的情形，咱台湾钢铁大公司中钢收集相关的事情，会进入到无一救济措施的申请听书。经济部表示会协助调查审议。受到国际不公平竞争啊，受到实质损害的话，可以协助他们提出反倾销的控诉。财政部是负责调查这倾销的行为，经济部负责调查是不是受到实质损害。真的受到损害的话，我们就会依照法令来课征反倾销税。 受到中国影响，唔拿台湾，美国总统拜登4月也宣布有关中国进口钢铁关税等缓解措施。针对这部分，经济部表示，除了对方涉及无公平贸易或者是国家安全问题，若无台湾会遵守 WTO 的规定，会凊彩有关关税。 政策上面应该思考如何走出台湾自己的特色，譬如说有没有减碳的一个钢材，当做一个绿色产品发展的一个趋势，可以高质化产品差异的一个策略走向，跟中国大陆一些产品做一些区隔。学者认为，中国钢铁安门土顶产业的产能过多已经是真久的问题。台湾应该把重点放伫产业的古长发展，行出家己的特色，和产品和中国有区别化。另外，政府和业者应该爱搁较直接，通好来面对产业遇到压力的时阵，会当赶紧来合作应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